頭都亂埋啊！好啦，今日咧有少少大風，因為咧就天氣降溫地溫，而家就有廿幾度，但係你見我着到咁樣咧，好似有少少誇張。我而家喺深圳機場，我出發，嘿，sorry，去邊度？我出發去鄭州去開會聽會啊，其實玩嘅啫，都唔知有咩搞。不過去聽下啦，啲供應商大會。好啦，出發。深圳機場記得嚟過嘅，以前都有搭飛機嚟過深圳機場，不過好多年。OK 晒，咁啊 check in 偷雞去咗人哋啲特專線、特快專線偷雞入咗，攞咗飛先。咁而家依刻咧就行下，冇幾倉啊，成大行李喺晒度，又唔肚餓住，行陣先。硬係咧，雖然係啲國際，即係都叫做咩大，有硬係覺得少少孏孏地嘅，即係個感覺。尤其是張機票咧嚇 ，OK。啱啱就個小豬充電寶，佢話冇3C，我話冇3C係，我真係冇3C。咁有晒華為1CCE齊晒喎。咁我話咦，咁我隨時同你拗啦。其實因為我記得都係3C 嘅事，但係自己私人翻個3C，引翻個3C嘅時候。入咗機場啦，係啦，咁啊。入咗機場，而家就去閘口嚴禁拍照唔到啦。你自己設計有問題喎，我真係笑。好啦，出發前往衛星廳啊！乜嘢叫做衛星廳啊？搭 lift 唔搭啦，衛星廳。哦，要搭 lift 先去到衛星廳喎，真係好似咁講。好啦，衛星廳。哇！我真係以為太陽熱。好啦，衛星島啊，知唔知衛星乜鬼？好啦，嚟到咗上飛機嘅閘口啦。我去541，應該係下個就係。如果我真係依間嗱，我而家真係好開心嘅麥當勞啦，同埋有個叫做蘇式湯麵，仲有深井川燒鵝，仲有個大片牛肉麵，咁都好吸引喎，就反而覺得呢啲幾人性喎，好過香港機場喎呢度又。